落嚟有一宗交通意外嘅呼籲，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協助調查。以下呢係一宗喺上個星期發生嘅交通意外。香港差佬呢就黑暗醜惡嘅，但係啊，佢哋啊除咗黑暗醜惡之外啊，仲好撚冇用噶。好似呢單呢喺荃灣路發生嘅交通意外咁樣啊，到而家都仲未捉到犯啊，搞撚錯啊！仲要叫市民提供資訊真係斷鳩估啊！話說呢，咁就有個阿婆就喺荃灣路呢，過馬路嗰時就俾架7人 van 撞到屌你老母搞撚錯撞死人個司機真係亂鳩咁嚟噶，有冇去過交通安全城噶？屌你老味，荃灣交通部又唔柒做嘢連一個證人都揾唔到搞錯仲話咩香港警察效率亞洲第一，屌真係笑狗死啲鬼頭搞到呢又要市民幫手咯咁呢，我而家呢就喺度呼籲如果大家目擊到呢單 case 嘅，或者有任何資訊嘅，嗱就打呢個電話嚟21800000，等阿 Sir 可以早啲收工去睇馬。呢一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我哋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村屋防盜要注意嘅事項。咁各位居住喺村屋嘅朋友咧，就要特別留意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見啦。荃灣交通部斷鳩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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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